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自己嘅產品或者服務喺 Google 最大嘅搜尋器首頁顯示出嚟？我哋首先要了解一下每1分鐘互聯網個海量數據變化。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。Google 帶嚟200幾萬嘅搜尋，域名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封郵件。我哋點可以借助 Google 同 YouTube 呢兩大平台為我哋帶嚟搜尋？呢兩個加埋嘅搜尋關聯有300多萬。我哋試一個關鍵詞 Totally Hitless。全球排位第一嘅係我哋一個關聯產品熱升華轉印機、熱升華滾筒轉印機，我哋全球排位第一。下面 Google 俾咗2個冠名嘅簡易搜尋，呢2個簡易搜尋並非用錢買，係需要用時間去創造出嚟。呢度帶嚟嘅連接有3萬幾，全部都係透過視頻喺 YouTube 裏邊帶過嚟。呢3萬幾個外連對我哋喺行業裏邊嗰個權威增加起個作用確實好大。因為當今互聯網裏邊 YouTube 係最大嘅視頻平台，喺呢度嘅連接喺不同情況、不同嘅時段都會為我哋帶嚟流量、帶嚟訪問，令到 Google 對我哋嘅權威增加，讓我哋喺全球排位第一。我哋再翻去 video 個頁面睇下，10個連接裏邊，我哋霸佔咗8個，多咗競價搜尋。依然係一樣，多咗競價廣告。第3頁都係一樣，第4頁都係一樣，第5頁都係一樣，第6頁都係一樣。即係說明喺呢個行業裏邊啲朋友，佢要尋找呢台設備，佢哋依家睇緊嘅視頻都係由我哋提供。喺呢個情況之下，我哋喺行業裏邊嗰個權威、嗰個知名度大大增加。我哋覺得人客喺海外，佢要睇一台設備嗰個產品應用，佢無需要長途跋涉，走到嚟我哋工廠或者去參加展覽都先可以睇。佢可以任何時段，只要佢上網，透過關鍵詞搜尋，佢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設備、我哋嘅視頻，去了解我哋嘅產品怎樣應用，了解我哋嘅設備怎樣操作。我哋講嘅 video marketing 確確實實並非遙不可及，而係近在咫尺。以前我哋要透過電視先可以做到呢啲宣傳工作，喺現今嘅互聯網，光纖改變咗我哋嘅速度，科技提升咗我哋嘅空間，讓我哋可以好簡約就可以製造到視頻。喺呢度我哋為大家推薦一個平台 Podcast Channel， 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視頻平台。我哋保證承諾喺大家嘅視頻播出之前，我哋絕不加插廣告，讓大家嘅視頻可以直接喺觀眾面前展示。同時觀眾佢只要用智能手機就可以上網搜尋睇到你嘅視頻，係無需要下載任何應用程式或者 Apps。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任何諮詢嘅，大家即管同我哋聯繫一下，諮詢一下。喺嚟緊嘅5月20號，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，重新出發。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。大家如果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，大家不妨點擊呢個鏈接下載報名表，報名參加，又或者諮詢一下香港工業總會，了解一下。多謝大家。